湾雕的一个品质，其实跟国外比起来的话，其实我们的品质是比国外还要好。我们自己有养殖渔场，那我们每天在抓那个台湾雕的时候，我们都是经过层层的把关，会去试它的有没有臭土味，或者是有没有农药残留，或者没有放药这一些，品质会比较好。可是我们在竞争上就是价格我们会比较高一点，也就是我们比较辛苦的地方。可是当我们的产品到国外的时候，让大家是试吃的时候，他觉得我们的产品的品质跟肉质都是比其他国家的比那个台湾雕其实是还要好的。台湾雕在国际行销的第一个那个货柜，由台南渔业公司呢来处理到新加坡，也希望说透过这个行销部分呢，能够分散过去一直比依赖于美国市场的部分哦。那从新加坡里头先做起点，那未来呢，不管是韩国或日本的话，也会陆续推广这些那个加工品的行销。台湾雕的加工厂的部分呢，过去他们都要送到高雄跟嘉义来做加工，尤其台湾雕的那个产地面积在台南是算全国第一，已经占45%了吧哈。也就是如果第一个运送路途的就近的话，还有增加一些我们就近渔业处理的一些人的工作机会，在地食材在地处理是一个比较便捷的一个方式。那也希望说透过它能够让更多的吸引更多的加工厂能进来，还有我们的渔民的一些渔获可以及时性的处理这样子。将军冷链的部分呢，即将在10月之后呢会交付给厂商来运作，那也会成立第一个在台南市的第一条针对台湾雕的一个加工线。那也期待说未来在去化这些台湾雕的一些生鱼的部分呢，可以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加工处理，然后延长那个销售期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么我们积极开拓外销的通路，这次在新加坡食品展里面获得了很好的成绩，那就是我们的台湾雕这次获得新加坡采购商的肯定。因此呢，在4月份的食品展结束之后，现在7月份马上就有第一柜的台湾雕销售到新加坡，有蒲烧雕，也有炸鱼块。那么也有整只的这个鱼的条冻，那也有可以用在火锅的鱼排，品项相当多，可以进去新加坡市场，这是非常好的。过去台湾雕销售的这个外销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相关的检验都能够合格。这是我们前进新加坡，相信一定能够新加坡市场的开拓，渔民还有我们的农业局都相当有信心，未来还持续会把我们台南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包括台湾雕或者是虱目鱼或相关的农特产品，渔产、水产品，能够销售到国外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10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114年教师节表扬大会下晡伫树谷园区音乐厅举办，由副市长叶德生颁奖表扬4位全国师大奖、2位全国教育奖，以及24位台南市师大奖等数百位优良的教师，感谢因为教育的付出甲坚持。台南市伫各项评比持续亮眼。伫2025私有里城市大调查当中，得到教育文化第1名成绩。远见杂志的2025县市长市情满意度调查，伫教育面向也摕到6度第2。伫台南今年有4位师长荣获全国师大奖的荣誉，更是全国上济。文才校长的理念是相信每个孩子的可能，创造每个孩子的无限可能。恭喜得奖人王全兴校长营造出一所学生好、老师好、家长好、行政好、社区好、舞蹈好的一所学校。石门国小刘真林校长的教育理念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成就每一位孩子。呢是安平区新门实小邱新慧老师，郑局长掌声。出席颁奖典礼，副市长叶铁山表示，教师是一项影响家己、照亮他人的职业，
可能无着得到真侪掌声，但伫真侪囡仔心中，拢留下永恒记忆。当老师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真的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或许这句话大家觉得听听没什么，但是如果你去了解每一个资深的老师这一路走来的历程，你会发现说，哇，当一个老师真的是不简单，当一个老师真的是非常的伟大。或许我们在教育生涯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掌声，但是我们在很多的孩子的生命当中，都留下了永恒的这个所谓的记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身为一个老师之所以有价值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天的表扬不只是一个荣耀，更是众多民众、众多市民对老师们最深的一个感谢。教育局长陈成辉表示，台南市重视教师权益，自王市长出任以来，持续增加教师福利，包含以2.2亿增加教师的编业，提早发放教师考核奖金，提悬行政教师无休假加班费等多项福利措施，持续营造更加优质的教育环境。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南区区公所推广在地观光产业，将伫9月20号盛大举办四群星红树林水上市集活动。今年以着山法启航、昆生潮市作为活动的主题，结合四群星丰富的海洋文化，甲红树林生态资源，打造全台唯一的海陆市集，邀请民众踊跃前往体验。台南市南区公所为了宣传四群星红树林水上市集的活动，10号上午伫昆生里活动中心举办宣传的记者会，由着南台科技大学甲着社区的长辈共同演出昆山的里歌《海海昆生》，为活动来揭开序幕。水上市集活动不同于其他活动，那我们主要的利用养科协会休科的一个期间，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搭着我们的观光船，除了可以欣赏沿途的红树林观光的一个景点以外呢，那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水上交易、水上市集的活动，让大家体验不用出国就可以享受水上购物的一个乐趣。那除了水上市集以外呢，我们也有路上的一个摊位跟餐车。那在主活动区呢，也有潮汐共鸣的一个音乐会。那欢迎我们的市民朋友，下个礼拜6，也就是9月20号早上10点到下午6点，一起到我们的市昆生红树林水上市集来玩。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副市长叶铁山、立委林俊宪，以及在位的议员甲里长、市府吴明正、观光甲着农业局等官员，拢共同出席参与启动的仪式，为活动来宣传。大家拢会想讲，台湾较有一个什么叫水上市集，结果以咱四昆生遮办了非常成功，所以去年啊，足侪人来参与，所以今年啊办了第2遍，所以大家更加有信心啦。产官学研社，大家拢来参加，发想出这种水上市集。哦，这独一无二，对啊！我今天讲希望大家以后免去泰国啦，哦，要体验这样的水上市集，哦，咱台湾就有啊。今年活动将伫9月20以着四群星的码头，甲着龙山寺为主，结合陆上甲着水上2大主题市集。水上的部分透过活化当地先知的散发。互民众会用个坐观光船、登船来购物，体验特有的水上交易。而陆上的市集则伫个龙山寺的广场，结合特色品牌摊商甲着餐车，提供在地美食甲着文创商品，欢迎大小朋友到时做伙来参与。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民德社区发展协会找到幸福永续社区活动已经接近尾声，趁着小朋友开学，
社区特别甲志凯国小合作，举办社区深度行读活动，分别去拜访100年的左仔树以及鬼仔山，借此提供环境教育、传承文化。台南市南区民德社区发展协会社区营造，今年结合着100年的左树，以着找到幸福、永续社区为主题。日前有着民德里长甲着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结合当地志凯实验小学的学生，举办社区深度的走读活动。第一站来到水沟社有100年历史的左树。为什么要办这个社区的深度走读？就是因为说，我们希望把这棵枣树的一个生态环境跟教育呢，可以跟学校来做一个结合，让小朋友他们可以认识到，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有这么一棵美丽的枣树。那怎么让这棵枣树呢？在我们人力有限的范围之下，可以尽我们的所有的能力去维护它，让它除了在大自然的一个滋养之下呢，更有我们人力可为的范围去保护它，然后让小朋友认识说，这个环境教育的重要。就是我们社区营造，就是也是跟学校结合，我们来让学生更认识我们的枣树。很难得的水教社有这么一棵枣树，也有一座桂子山，正好我们就是取它的名字枣生桂子，希望这也是非常美好的名字，让大家都能了解水教社的美，还有它的历史。伫个当地里长、理事长甲着导览员的讲解。这站100年的左树，不但有门牌、身份证，而且阁成长甲非常的茂盛。不但会开花结果，而且还阁承载着水沟社居民真深的情谊。第2站水沟社园区的桂子山，是目前台南市区现存唯一的山丘。伫个日治时期进行全岛的测量时，伫个台南市唯一的三角点，现在经过整修设入步道。2分钟就会用个攻上山顶。协会希望透过甲学校的合作，将左树甲桂子山纳入自然甲着历史的课程，培育小朋友正确来认识环境的教育，甲着生态的重要性。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为了让独居的长辈感受到中秋节日的气氛，华山基金会到河堤延雅区举办中秋点点古老心灯活动，邀请基金会服务的弱势长辈做伙动手来制作玫瑰心灯，希望让长辈感受到温暖。为迎接中秋佳节，华山基金会现在刚发起的2025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计划，华山基金会台南 A 区。特别伫延雅区贺建社区发展协会举办中秋点亮古老心灯活动，邀请艺术辅疗师柯千义带领长辈动手制作玫瑰心灯，而这做出的每一片花蕊，就象征是华山美术的教育服务，每一位义工的陪伴，以及所有善事暖心赞助，温暖了华山长辈心房。中秋点亮孤老心灯活动，邀请我们所服务的长辈一同参与。手作玫瑰心灯点亮生命之光，提前共度中秋佳节。那今天的活动象征着陪伴长者将生命碎片一片一片凑齐，渲染色彩，剪贴成玫瑰花瓣。每一片花瓣象征着华山每月的道宅访视，每一次的年节关怀，每位义工的陪伴，以及每一份善事的爱心援助，让长辈原本孤寂的生命逐渐绽放色彩。华山基金会秉持着在地脑化社区互助等理念，免费提供适龄、适地、适医长辈教摕方式、陪同就医、年节关怀等服务。基金会伫大台南地区服务将近2600位长辈。目前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需要各界参与支持，这会用行动关怀生活周遭的弱势长辈。华山基金会祝阿公阿嬷中秋节快乐！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
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由台南市文资处主办的发掘西拉雅经验计划，伫南科考古馆举行成果展。这届总共有11组团队入选，因利用出土的考古素材，设计布袋戏、导游、服装、绘本等等的作品，重视传承西拉雅的文化。部落的居民也希望这些作品未来会当量产上市。用布袋戏呈现西拉雅族人遇到外来族群引发冲突的故事，还有运用西拉雅陶器技艺所设计的服装走秀。台南市文资处为了活化考古素材，办理发掘西拉雅征件计划，总共有11组团队入选。除了有布袋戏，还有用族语设计的桌游，结合西拉雅族岁时记忆与自然元素的阅历、手账、绘本等等，相当多元。绘本主要是在描述西拉雅族他们在狩猎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里面人和狗的一个合作的关系。那我们利用花砖的图样结合十字绣里面的8瓣花的图文下去做一个拼接，并且说我们把一些西拉雅他们汉化的足迹，有些万字文，把它融入在我们的创作里面。每件作品都是考古与文化创意的跨界展现。难得的是，有4位西拉雅青年投入创作，将族人的观点与生活智慧呈现出来，让文化不再只是展示，而是成为真实的生活经验，也代表传承新的力量。考古发掘后的一个成果，怎么样去进行再次的诠释跟使用？那所以呢，如何融合族群的文化？那如何结合创新的设计的想法？那把这样子所有的一个脉络呢，环环的相扣，把它做一个跟生活有关的一个结合。那所以这是这一次的一个活动里头，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个部分。西拉雅族跨地部落联盟更期盼相关作品未来可以量产，成为推广西拉雅文化的媒介。记者苏怀台南报道。新北市中和区保健路的市场内面有一间面线店，头家娘原本是护理师，4年前转行卖面线。自我加上蒜蓉、加番仔酱的传统面线，是真侪在地人早顿的好选择。对着镜头，咱做伙来去看卖。走进中和保健路的市场，一股浓郁香气迎面扑鼻而来。没有浮夸的装潢，没有华丽的招牌，一碗淋上蒜泥与辣椒的传统面线，就是在地人心中最安心的早餐首选。老板娘之前是护理师，因为对创业感到兴趣，4年前因缘际会下，在保健市场卖起了面线。我这边是味家大肠蚵仔面线，那我凌晨5点就开始卖，卖到12点半至1点。那有时候可能提早卖完，我就会休息了。对，一开始我其实蛮有创业，就是对事业的部分蛮冲的，蛮敢冲的啦。那以前我是护理界，就是出身的，对。那我以前我帮我们的医生，创立了3间院所，在宜安路那边，对。那我对于这边的那个环境蛮熟悉的，然后还有人群啊等等之类的，对我都会去评估。对，那再来就是料理的部分，我舅舅啊，我妹妹他们都是在做美食的，对，开餐厅。那我就有去研究一下面线的部分，研究了大概2年的时间，然后才慢慢的去摸索。店里的面线口感绵滑，风味浓郁，更重要的是每天亲手炒的辣椒，面线加上特制的辣酱，更是一绝。其实我会去解锁别人家的面线，那其实我自己去研究说，面线的灵魂。比如说蒜泥、辣椒，那我们辣椒真的是一绝的，是我自己亲自炒的，大概炒3到4个小时。对，吃大辣的客人其实基本上都很爱我们这支辣椒。除了坚持好味道，味家面线也保有传统市场的人情味。老板娘熟记熟客的口号偏好，这样的亲切互动也是连锁店所无法取代的。味家面线不只
只是一碗面线，更是中和人生活的温度与记忆。也诚挚邀请喜爱传统台湾味的民众，有机会不妨来中和保健路走一遭，亲自感受这份在市场飘香的美味魅力。记者肖世宏新北场报道。高雄市政府推动的湾区大港基地领航基建计划，开辟连接渡船站到高雄灯塔一连串的步道，已经接近完工。就算是小朋友，嘛会当轻轻松松行去灯塔，而且沿线阁会当欣赏到美丽风景甲彩绘街区，到基顶就亲像到国外同款。宽敞平坦的步道一路从渡船站延伸到旗津灯塔停车场，接续连接其后灯塔园区的登山步道。高雄市政府推动湾区大港旗津领航旗舰计划，将原来的950公尺步道缩短为350公尺，民众下船或停车后就可直接上灯塔欣赏海景。我觉得很好，也不用爬楼梯，而且你看，它可以用滑步车滑，也不用抱它，也不用牵它，它就很开心。你有上去到灯塔吗？有。我觉得很快啊，蛮轻松的，对小孩子来讲蛮友善，亲子友善的步道。没有这个新步道的时候，要走外面，绕比较大一圈啊。对于老人家会比较远，走比较累啊。做这个新步道，我觉得还不错啊，又干净又宽敞，可以直接从这边上去，也比较快。又有停车场，又更便捷一点了。将原来从渡轮站前往其后灯塔，民众要行走950公尺长的路线，缩短为350公尺，也导入港湾景观的整体性理念，同时更新海岸路上人行步道既有栏杆，整理路侧告示牌，拆除原安检所库房与围篱等，以提升视觉冲透性，强化海景的视野效果。350公尺的步道沿线都是广阔的港湾美景，来自香港的游客特地来旗津拍美照，大赞超美，超级漂亮。这边就是比较自然风光会多一点。那香港的维多利亚港的话，就是会看到像这边这样很多高楼大厦的。维多利亚港的那个旅客比较多啦。这边就比较舒适，很多观光客都会在那边看船啊，就是有海风，很凉爽啊，然后也很漂亮，很宽哦，就是比较也可以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桃粉色的房屋精致明亮，整个街道房屋有各种不同色彩。这一次的领航计划还包括彩绘步道沿线的街区房屋，走在步道上就像是走在国外的度假氛围。也很感谢那个高雄市府之前来会勘的时候，也有把我的意见纳入啦，就是我们这条海岸路编列新增那个彩绘的那个计划里面让我们那个沉船看过来更美观。那在这个那个港边的步道行走的话，也仿佛已经到了国外这样子的感觉啦。透过市府的整顿，形塑旗津街区与各种公共设施，让游客每年来旗津都有不同的惊喜。记者张世明、吴佩珊高雄报道。农历7月，家人上盛大的普渡活动，就是伫个家人主普坛头前举办的中元节普渡大典，吸引真侪民众前往现场，而且今年也出现真侪外地游客前往体验家人这项100年的传统文化。农历7月，基隆中元祭广邀水陆四方好兄弟来到阳间接受供养。最盛大的中元祭普渡大典，农历7月15号晚上在主普坛前登场。在夜空中闪亮的主普坛，还有如满汉全席般的各类贡品，吸引许多民众到场观赏。今年还有许多外国游客来到现场，感受基隆这项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我认为我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是这个寺庙，因为我觉得非常漂亮。我觉得是非常漂亮。因为我觉得今天是特别的天。好，谢谢。你从哪边来的？
不好意思。我现在住在台北，因为我是奥地利人。他们也是透过了宣传的平台看到基隆中元祭，他们带着好奇的心来到了基隆，然后也跟着我们从游行到放水灯，然后到最后他们离开，他们觉得非常非常感动。那今天他们又来了，对，又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觉得台湾的民俗文化很不同，那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传达给大家知道的，就是传统民俗文化它有它一定的意义性，那更重要是要让大家来探索跟了解。普渡大典隆重庄严，副市长邱佩玲、文官局长江庭梅跟主普的吴姓宗亲会以虔诚恭敬的心情进行诵经祭拜仪式，欢迎好兄弟享用阳间的普渡供养。米雕大师谢元章也特别介绍现场的贡品特色。对啊，为什么有三人桌？为什么有荤的、素的跟西洋的？因为一般我们都吃荤的嘛，素的呢，就是给修行者。那为什么要西洋的？因为台湾曾灭法国、荷兰、西班牙、日本统治侵略过啊。虽然我们中正路不是有个后国公墓吗？那我们现在的中烈祠也就是日本神寺啊，所以说可以展现出来我100多年前我们先民的心胸。你虽然欺负我了，但是你往生了，在我们这边往生的，我还是准备贡品来祭拜你，充分的展现出呢悲天悯人的精神。是我们基隆中元祭重头戏中元普渡，我们就是做几天的法会，做了今天晚上。就是要请我们这个孤魂野鬼来这边享福，我们最主要是摆设的3人桌，还有过世的仪式。那为什么有看生台？这也是我们的华人的餐饮文化。除了有好吃的以外呢，还有好看的娱乐节目让你欣赏。我们现在也有啊，我们现在室温不是有卡拉 OK 吗？就是唱戏给招待打大纲。他为什么演的是《封神榜》？因为姜子牙封神封108将，那我们基隆的张权械斗刚好死了108个，因为这样子就是告诉你说，你虽然以前作奸犯科，只要你改邪归正，以后呢可以像封神榜这些人物呢，自己在修为就可以成仙得道，有教化的意义在。越在地越国际，基隆中元祭100年来的传统特色，除了传达悲天悯人、族群和谐的精神外，也渐渐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元素。透过越来越多外国朋友的到访体验，让世界看见基隆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记者黄志生、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9月1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
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